旋正為廣東帶嚟普遍晴朗嘅天氣，同時華中嘅氣壓正係上升，預料一股強烈東北季候風會喺今晚至到聽日逐漸影響華南。上晝5點，熱帶風暴風神集結喺馬尼拉之東南偏東，大約71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靠近呂宋一帶並且逐漸增強。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日間乾燥同酷熱，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3度，新界再高2-3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吹輕微至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明日北風逐漸增強，隨後幾日風勢持續頗大，漸轉多雲有雨，市區氣溫顯著下降到20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晚間部分沿岸低洼地區可能出現水浸。黃色火災危險警告同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氣溫28度，相對濕度82%。晨早新聞專輯，商業電台新聞及公共事務部製作。係10月16號星期六，呢節晨早新聞專輯由間主持。今朝嘅主要新聞有：特朗普預料2個星期後同習近平會面，又承認100%嘅關稅稅率係唔可以持續。醫管局安排臨終病人同寵物見面，並且透過動物探訪活動，令到病人感受到關懷。米埔自然保護區引入科技，加強保育同埋管理，包括應對極端天氣同埋地理等嘅挑戰。詳細嘅新聞內容，美國總統特朗普預料2星期之後會同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又話關稅令到美國處於強勢嘅位置，不過承認100%嘅稅率不可持續。美國財長貝森特同埋副總理何立峰今日稍後將會通話，並可能喺下個禮拜喺馬來西亞會談，為兩國首腦會面做準備。方柏明報道。美國總統特朗普接受霍士新聞訪問時話，2星期後會同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相信美中關係會好好，但警告除非中國取消對稀土嘅出口管制，否則會預期喺下個月1號起對中國商品額外加徵100%嘅關稅。佢承認呢個稅率不可持續，但話係中方逼佢咁樣做。特朗普早前話會喺南韓出席 APEC 峰會期間同習近平會面，但之後又話未係時候見面。而北京亦都一直未有確定會面。特朗普喺白宮見記者時話，相信會面可以如期進行，並有可能達成協議。佢話關稅令美國處於強勢嘅位置。8月起，美國對中國商品嘅關稅將會提升到157%，相信中方唔願意，因此希望談判。佢又重申自己同習近平有良好關係，但再次批評中國過去一直佔美國便宜，獲取大量利益，形容係美國令中國變得富有，並協助中國建立軍事力量。佢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會面時又話，會同習近平討論俄烏戰事，但期望會面之前就能夠結束戰事。一齊出席會面嘅財長貝森就話，中方無端升級貿易形勢，華府早前亦都無法同中方接觸，但雙方官員今個星期喺華盛頓出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同埋世界銀行年會時已經有會面。佢亦都會喺本港時間今朝早同副總理何立峰通話，兩人下星期並可能喺馬來西亞會談，為美中首腦會面作準備。貝森特認為美中形勢已經緩和，希望兩國互相尊重，有信心事情可以回到正軌。喺北京，商務部部長王文濤會見訪華嘅美國黑石集團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蘇世民，批評美方密集出台多項對華限制措施，嚴重損害中美利益，強調中方有權採取必要措施，堅定維護自身利益。希望美方同中方一道，以兩國元首通話重要共識為引領，平等對話協商，妥善解決分歧。世貿亦都對中美近期貿易緊張局勢進一步加劇表示極為擔憂。總幹事伊維拉呼籲中美為貿易關係過關，警告如果呢兩個全球最大嘅經濟體脫鈎，影響將會波及全球，長遠將會拖慢全球經濟增長7%，發展中國家嘅損失更加可能達到雙位數。佢又話已經同兩國官員接觸，鼓勵雙方進行更加多對話，認為中美雙方都明白保持良好關係嘅重要性。商業電台記者黃柏薇報道。
日本講部分患病嘅人士去到生命晚期，可能因為要長期住院，所以要同寵物分開。有病人就希望可以同寵物見多一面，好好告別。醫管局話，大部分公立醫院都試過為臨終病人個別安排同寵物見面，呼籲有需要嘅患者向醫護提出。又話會舉辦更多恆常嘅動物探訪活動，令到病人感覺受到關懷。蘇楚式睇過，兩隻狗仔一出現喺病房，氣氛即刻輕鬆咗。原本有啲緊張嘅病人都露出笑容。義工抱住狗仔行向病人，代狗狗自我介紹。你好啊，佢叫 Coffee 啊，今年咧就13歲，係啊，再加20個月。病人同狗仔握手打招呼，仲可以睇佢哋表演。咁多嘢食啊！聽唔到。呢幾隻狗仔唔係普通寵物，而係每年都要考牌嘅寵物醫生，經常會喺醫院探病人。參與今次探訪活動嘅馮女士話，動物到訪能夠令病人感受到關心，希望醫院舉辦多啲探訪活動。病人啊，病床咧係好寂寞嘅，見到有小動物嚟到咧，令佢心靈上咧覺得都有朋友嚟探我，開心好多咯。除咗節日佢嚟探訪，最好能夠安排到1個月2次。馮女士本身亦都有一隻養咗13年嘅貓，直頭當佢係屋企人咁。今次入院3個月，佢哋只能夠以視像形式見面，彼此互相牽掛。馮女士有期望，當長期住院嘅病人處於生命